歡迎大家嚟到心理研究所。大家好，我係 Joshua。不如今次講一個喺香港爸爸媽媽，又或者係一啲導師、老師都超實用嘅一個主題——情緒教練式嘅教養。唔係淨係管教行為，而係教小朋友識得同自己嘅情緒做朋友。好多人最怕見到嘅畫面，就係當小朋友喺街度好有情緒、好有脾氣，或者經常扭計嘅時候，又或者唔肯講發生咩事。好多時候我哋第一個反應就係：你唔好再喊啦，唔好咁無理取鬧啦，或者點解你唔肯同我講㗎？我哋好想去處理緊小朋友嘅情緒，又或者好想讓小朋友嘅情緒快啲 calm down 同停止。但係美國心理學家研究嘅發現，最影響小朋友嘅情緒智商，唔係佢有幾少發脾氣，而係父母點樣陪同佢經歷情緒。呢種做法就叫做情緒教練式嘅教養。究竟乜嘢係情緒教練呢？唔容讓小朋友縱容佢嘅情緒，更唔係任由佢嘅情緒去火爆出嚟。當中我哋講每個父母嘅情緒都有唔同嘅理解，有啲父母理解情緒係否定嘅，喊係有咩用㗎？開心啲啦，唔好諗咁多。有啲父母對情緒嘅睇法係情緒放任型嘅，容許情緒爆發，唔睇任何嘅場合，沒有界線，冇人教佢點樣處理情緒。但係情緒教練型嘅父母就唔同啦，佢哋相信情緒本身係有價值，可以成為連結同埋學習嘅機會。情緒教練式嘅教養嘅核心係所有情緒都係被允許嘅，包括嬲啦、驚啦、失望啦、嫉妒啦、開心啦、快樂啦、平靜啦，呢啲情緒係允許存在嘅，但唔係所有人都可以接受到呢一啲嘅行為，譬如打人啦、抌嘢啦、羞辱啦。所以我哋講父母嘅任務唔係叫情緒消失，而係幫小朋友認出自己嘅感受，陪佢哋去學習調節嘅情緒，一齊揾更好嘅方法去表達情緒或者解決問題。大量嘅研究顯示，有情緒教練嘅父母嘅孩子，佢自我調節情緒嘅能力係較好，較少會有行為嘅問題。小朋友同同學人際關係會較健康，學業表現會呈一個中度或者較佳嘅水平。今日作為父母或者教育工作者，你點樣成為一個情緒教練呢？今日教大家有簡單嘅5個嘅步驟。第一，覺察小朋友嘅情緒，唔好等已經大爆炸先算情緒。我哋作為成年人，作為父母或者師長，特別要留意一啲細微嘅信號，例如小朋友嘅表達變短咗，眼神係躲避嘅，動作變大，或者比平時特別黏人等，呢啲我哋就係要覺察小朋友嘅情緒啦。同時，我哋作為成人或者我哋嘅師長，我哋都要覺察自己嘅情緒。例如當小朋友一喊，你係即刻煩躁啊、內疚啊、想走啊。所以我哋對小朋友覺察之先，我哋對自己都要有一啲覺察，以致我哋唔好被自己嘅情緒牽住鼻走，做咗一啲無可挽救嘅一啲行為或者一啲責備。第二個步驟，將情緒視為連結同埋教導嘅機會。當小朋友有強烈嘅情緒嘅時候，唔好只係當佢係麻煩或者失控，而係當做一個可以拉近關係、幫佢成長嘅時刻。有一啲研究發現，父母以接納嘅方式回應小朋友嘅情緒，小朋友更加有抗逆嘅能力，更少反抗嘅行為。第三步，以同理心聆聽同確認。呢一刻，作為家長、作為導師，你可以嘗試踎低，同等嘅水平望住佢，用柔和嘅語氣去同佢講：爸爸見到你呢一刻好嬲，好唔開心，可唔可以同我講發生啲咩事情？嘗試用你嘅説話
去理解、去同理，幫助小朋友將佢內心嘅感受、感覺去命名、去講出嚟。你係咪好驚老師會鬧你呢？最重要嘅，作為家長或者導師，我哋先接住小朋友嘅感受，再去同佢講道理。第四，幫小朋友為情緒命名，用簡單具體情緒嘅字詞。原來你係好失望，唔單止嬲，你係又驚又羞愧。研究指出，當我哋能夠準確地識別或者命名小朋友嘅情緒嘅時候，小朋友情緒調節同埋心理健康都會有更好嘅效果。第五步就係設界線，一齊揾解決嘅方法。要將以下嘅事情分開，感受同行為。小朋友可以感受，但係有一啲破壞性嘅行為係不能夠係去做嘅。例如你可以好嬲，但係唔可以打細佬。引導孩子參與解決問題，你覺得可以點做先？下次如果再發生，你又覺得有啲咩新嘅方法可以去處理好，或者有更好嘅表達嘅方法？父母一齊同小朋友尋找解決嘅方案，以致讓小朋友可以處理佢自己嘅情緒之餘，又可以有更好嘅方法去表達情緒。教練式嘅教養唔係要讓你超有耐性，而係敬請你當小朋友情緒嚟嗰刻，唔再淨係問點樣令佢快啲收聲，而係多問一句佢心入面發生啲咩事。每一次你選擇先停一停，先忍住自己嘅情緒，多用1分鐘去聆聽、去感受，幫助孩子命名佢嘅情緒。你就唔係只係幫佢過到一場脾氣，或者讓佢將佢嘅情緒宣洩，而係教佢一生受用嘅能力。當佢情緒嚟到嘅時候，小朋友佢會感受到我可以被理解，我可以慢慢整合，唔需要用一種破壞自己或者破壞他人嘅方式去發洩佢嘅情緒。今日我哋就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聽，拜拜。記得 like、subscribe 撳埋鐘仔，一有新片就會收到通知㗎喇。